学请回到台上，武堂同学来回到台上，祥颖同学回到台上。祥颖呢是我们台南县非常特别重视一个舞蹈团我们在welcome party的时候，他们特别为我们担当演出。那么这个词台呢是刘妈，她每次对我们的活动都特别支持，然后亲自的来照顾这些小朋友刘妈在这边掌声谢谢她。然后呢，我当然很好奇，为什么大家这样上来是9位？他说呢，正在考据这个典故，但是上场表演一定要单数，对不对？要一个单这个形句。那么那一位呢，最右边那一位，他提的是刑具，要去这个抓坏人的然后接下来有2根棒子，这2个棒子是，就是以前讲我们这个县衙这衙役那个棒这个打坏人的40大板。接下来还有4位叫做四季神是春夏秋冬他们是专门要抓坏人，对不对？来，春夏秋冬出列，是代表春夏秋冬，我们掌声鼓励。还有呢，大家都认识的，这黑无常、白无常哪里去了？白无常去了吗？好了，黑无常上来，大家黑白无常都知道他们是去抓坏人的。好，我们谢谢同学，谢谢祥影舞团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这个文化传播，大家也认识先让我们晓得我们台上表演代表特别文化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一支舞蹈团。一支舞蹈团首先上来的是艺术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淋漓尽致，让我们掌声给他们加油！草飞上走汉船，